请问工具人的台语多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工具人哦，工具人啊嘿，来美术这边是使用人，因为咱啊，你若咱要摕物件的时阵啊，是不是咱若要摕工具？对啊是我在摕嘛，是我使用的嘛。哦简单讲就是使用人啊。哦，嗯啊那我阿雄这边的我的讲法是下骹手人。哦，下骹手人，哈下骹手人甲我使用人敢若目对啦。因为伊就是你下骹的人嘛，你叫伊创啥伊就创啥嘛。是对啊，下骹手人就感觉有较像，伊工具人就是代表我较悬，我较低，嗯我还叫你去做代志，因对啊为咱若共款的，袂叫你去做代志，所以感觉像下骹的手人安尼。哦，下骹手人，是感觉迄使用人，有可能会有误会，误会。误会误会，因为平常时嘛有可能会用到这个字。咱即摆工具人就是讲，伫厝内面我叫伊创啥，伊就去创啥，这种的，毋是迄个顶时甲伊些关系。所以选的人吼，选使用人的吼有59%，啊选这个下骹手人的才40%尔。所以比例上来讲，这个使用人选的较济。